15規劃今年係一個開端啦。咁我哋要配合國家嘅高質量發展啦。特別如果喺香港嚟講啊，你哋都會知道就係、我哋有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啦，都係發展一啲高科技啦，點樣對接國家啦。咁呢方面咧，我哋消防處係特別係成立咗一個統籌委員會，係一個高層次嘅督導委員會，去配合北都嘅發展。北都之外，其實喺整體成個國家安全啦，特別我哋大灣區咧，我哋同廣東省消防總隊同澳門都有簽訂一啲協議啦。過去1-2年，我哋會做咗一啲自然災害嘅演練啦，希望想對接咧就係希望大灣區整體個應急準備可以提升啦，可以係互補啦，咁啊同埋做一啲經驗分享嘅。喺呢方面，我相信都能夠咧去做到咧提升國家安全範疇裏邊個社會安全。